創社社長 Kitty， 各位香港瑞源扶輪社嘅社友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加入扶輪呢個大家庭。我相信呢，喺各位社友嘅共同努力之下，香港瑞源扶輪社必將發揚扶輪嘅崇高嘅精神，為社會謀福利，惠澤更多有需要嘅人群。你哋嘅付出同埋貢獻，必將成為香港呢片熱土最耀眼嘅明燈。再次恭賀香港瑞源扶輪社創社成功，並祝願你哋社務蒸蒸日上，為我哋社會做出更大嘅貢獻。恭喜恭喜！恭喜香港瑞源扶輪社創社成功！祝願各位年青人繼續發光發亮，為社會做更多有意義嘅事，幫忙弱勢社群。大家加油！祝願我哋香港瑞源扶輪社創社成功！祝願我哋香港年輕人繼續發光發亮，為香港社會貢獻正能量。SHTC Internet Go Go Go！香港瑞源扶輪社